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頻道，我係 Yvonne Lin，今日繼續講權力的48條法則，今集係第4條，講嘅永遠比需要嘅少。呢條法則好簡單，但威力超大，講得越少越有權威感，越難被攻擊。等我同你詳細拆解書中例子啦。點解要講得少啲啦？因為人講得多就容易暴露弱點，俾人捉到把柄。相反，講得少嘅人會俾人覺得深不可測，營造神秘感，令人覺得自己好叻、好有料。書入邊話，沉默係權力嘅武器。講得少嘅人永遠俾人覺得佢哋知得多過講出嚟嘅。路易14身邊有個廷臣叫科爾帕 Colbert， 佢係財政大臣，超級能幹。但科爾帕最叻就係開會時講得極少，永遠只講重點，唔會多講一句廢話。有次國王問佢國家財政點樣，科爾帕只講一句：陛下，錢夠用，就冇再講。國王覺得佢好有把握，好神秘，反而更加信任佢。相反，另一個大臣講得多，成日解釋辯護，結果俾人覺得冇料，慢慢失寵。路易14自己都係高手，佢做皇帝幾十年，從來唔講多餘嘅嘢。有次大臣問佢下一步政策，佢只講等我諗清楚，就冇再講。大臣哋唔知國王諗緊咩，個個都緊張兮兮，唔敢亂嚟。結果路易14維持咗絕對權威，宮廷入邊冇人敢挑戰佢。書中詳細講到蘇格蘭女王瑪麗 Mary Queen of Scots 同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嘅對決。瑪麗好多嘢講，成日同大臣、情人講自己計劃、埋怨，甚至講壞話。結果呢啲嘢俾人洩露出去，俾伊麗莎白捉到把柄。相反，伊麗莎白一世講得極少，從來唔講自己真正諗法。佢回信俾人，永遠都係模棱兩可，俾人估唔到佢立場。最後，瑪麗俾人推翻、監禁、斬首。伊麗莎白統治英格蘭幾十年，成為最偉大女王之一。拿破崙手下有個元帥叫內伊，佢打仗勇猛，但係講嘢太多。有次戰爭會議，內伊講咗成堆意見，結果俾其他元帥捉住漏洞，批評佢。慢慢，拿破崙覺得內伊唔夠穩重。相反，另一個元帥麥克唐納 MacDonald 講得少，只講關鍵點，俾人覺得佢深思熟慮，最後升得更高。中國春秋時期，齊桓公問管仲點樣做先可以做霸主，管仲冇講一大堆，只講一句寡言，即係講得少啲。齊桓公聽從之後開會只講重點，結果諸侯覺得齊桓公深不可測，紛紛歸順，成為五霸之首。書中仲提過20世紀美國黑幫老大盧西安諾 Lucky Luciano， 佢開會時從來唔講自己計劃，只聽其他人講，點頭或者搖頭。手下估唔到老大諗緊咩，個個都怕佢，唔敢背叛。結果盧西安諾控制咗紐約黑社會幾十年。好多人以為講得多就代表有權力，其實相反。講得多嘅人往往會洩露自己嘅弱點，俾人有機會攻擊你，令人覺得你冇自信，講出蠢話或者危險嘅說話。反而少說話嘅人會令對方覺得神秘，迫使對方主動透露資訊，令人更加認真聆聽你每一句話，有更多時間思考，避免講蠢話。點樣應用？一、學識幾時保持沉默，唔係話完全唔講嘢，而係要識得揀時候。喺以下情況要特別少說話：同上司傾偈時，喺陌生人面前，喺談判或者商務場合，當你唔確定對方嘅意圖時。二、用提問代替陳述，與其講一大堆，不如問啲好問題。例如，你點樣睇呢個情況？可以講多啲咩？你嘅想法係咩？提問會迫使對方講嘢，你就可以從中獲得資訊。三、練習聆聽，好多人唔係唔識少說話，而係唔識聆聽。要真正做到少說話，你要認真聽對方講嘢，唔好急住插嘴，等對方講完先回應，記住對方講嘅重點。四、思考先於言語，每次開口前問自己：我講呢句說話有咩目的？
呢句說話會唔會泄露我嘅弱點？呢句說話會唔會傷害我嘅形象？我有冇其他更好嘅方式去表達？用沉默做武器，有時候沉默本身就係一種回應。例如，當有人問你尷尬嘅問題時，你可以保持沉默，令對方感到不安。當有人講咗啲冒犯你嘅說話時，你可以靜靜睇住佢，比講嘢更有力量。雖然少說話好有力，但係要小心唔好過度，唔好完全唔講嘢。完全沉默會令人覺得你冇自信或者有問題。唔好用沉默去逃避責任，有時候你需要講嘢去澄清或者解釋。唔好用沉默去傷害人，冷戰或者完全唔理人會破壞關係。唔好喺需要表達嘅時候保持沉默，例如你有重要嘅想法或者建議就應該講出嚟。好啦，各位觀眾，今日嘅法則就講到呢度。記住呢幾個金句，講得多嘅人往往輸得最快，識得沉默嘅人先係真正高手。從今日開始，試下喺職場、談判，甚至同朋友傾偈時，刻意少講啲，多聽啲，你會發現世界突然變得清晰咗，對方嘅底牌自己會送上門。你有冇試過講得少，反而俾人覺得你好叻嘅經驗？又或者你有冇啲講得多，錯得多嘅尷尬情況？歡迎留言同我分享你嘅故事。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下次再同大家講下一條法則，記住唔好錯過啦。拜拜。